所以呢，我在考虑要不要去北京陪你一下呢？要。玩累了？今天走的有点多。回来。明天你们去哪玩？明天就不出去了吧？后天27号就要发射了，这2天我们要留在基地给你们爱的关怀。那我可以跟同事们好好交代了。好了，不酸了，早点睡吧。紧张吗？紧张。国家几10亿的投入，上万人，10年的青春。你们一定会成功的。晶晶。27号这没发射完，28号一大早，我就要飞到北京的飞空中心了，又要几个月。我知道啊，你又不是第一次来基地，我早都做好心理准备了。所以呢，我在考虑要不要去北京陪你一下呢？要。那好吧，既然你都这么强烈的希望了，那我就成全你一下，答应你吧。正好我也有很多工作在北京。